礼物有拿上来吗？我们还是有父亲的话，拿一下礼物哈。好，我们还是请父亲站起来一下，来，我们给父亲这个劳苦功高的父亲哈，刚加薪很多话都没有爸爸讲，很紧张。来好，洪俊。没有，我知道，我知道。好，来，等一下后面哈，后面也有那个，爸爸今天还没来哈。好。大家平安。平安。我们是按着新眼光读经在讲这之前哈，今天青少系献的这首歌哈，我真的非常感动啊！我不晓得在场爸爸有没有感动，我听的歌词跟旋律哇，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啊！我其实真的哭了啊，真的哭了，因为慢慢觉得哈，自己哈真的已经有年纪了啊，最近常常机械都出问题哈。有人说看到我自拍照到鼻孔，我还跟你讲说我本来自拍可以拉很高，但是最近这边肩膀出问题，拉不高，所以在听你们献诗的时候，真的觉得你们慢慢要当父母亲的靠山啊，父母亲的靠山。今天生命的主题是生命的新出路，按着新眼光读经。其实今年我们可以把摩西五经读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上进度牧师盼望大家如果看不懂没关系至少每天把它绕过去。相信5年我们看完一本圣经，在5年我们在看第2遍的时候，等到你20岁或者是25岁、30岁的时候，你再来读这个圣经，你会更不一样。自古以来，关于生命的问题，尤其是生老病死，一直都是一个奥秘。尤其是最近很简单的一个生病，就住加护病房，然后就走了。最近我们有一个在另外一个教会，本来是我们教会他现在另外一个教会做礼拜的一个长辈我那天跟牧师去台大教会看他的太太没办法理解。他就是人家说生病还可以跟他讲话，他不是，就是突然感冒，然后去马偕医院几次之后，然后突然就送到台大医院，然后急诊都没有跟他讲话。他很纳闷，现在病怎么会这么严重？很多关于生命的问题，人活着最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自古以来一直很多人在寻找生命的新的出路到底是什么？现在人其实活得真的很辛苦。你们现在不要以为手机很开心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的年代棒球比赛的时候、上棒比赛的时候，很多人回到一家，那时候我们一节目是我们家里面还算小康所谓小康很多人跑到我们家来看电视，我们电视是有门的我们家电视是有门的门打开，你们一定没听过对？电视还要门对，你现在电视是有门我们家把门打开。那很多人回到我们家看棒球，那时候也没有特别的好，但是就是心里非常的开心。现在的人心里常常很空虚，有很多东西，但是心里很空虚。很多人都在寻找一条生命的出路，但是越复杂的时代，造成很多人里面的内心的空虚，你是要用很多神秘的方式来经历所谓的正能量。或者是要不管是依靠外在的物质甚至我们所谓的手机等等购物甚至以前我一个同事是健身房，他每天都去健身房，这样的一个，或者是有的名声，考到好的学校、好的工作、地位、权利，想靠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补足你那内心的空虚，甚至有一些人用很不正常去伤害别人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都没有用的，反而会让我们不安的生命越来越沉重。现在的人很多的病都是压力引起。牧师之前在上班的时候，有一阵子非常的压力那个带了40个人，压力非常重。有一天突然就突然晕倒，然后就晕眩，一阵子就晕眩，压力。医生跟我讲说，你就是压力。我想说，你跟我讲压力吗？我就是需要你医我如果你讲压力2个字，那我也可以当医生压力，你不觉得你现在常去看病，很多医生跟我说，你是压力引起的。
的确可能真的是压力引起的。我们来问一下耗子，可能真的很多病都是压力引起的，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真的是压力，压力越大，让我们的生命慢慢失去了方向。到底在这混乱的年代，我们要抓住什么，才能真正一劳永逸，找到那个生命的一个新的出路呢？透过圣经出埃及记啊，我们在上个月读的出埃及记，我们都很了解、很清楚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他们很困苦的时候，他们呼求耶和华上帝，上帝就怜悯他们，就透过摩西带他们离开埃及，来到了旷野，要他们从不自由奴隶的生命成为自由的生命。这里是一个黑暗跟光的一个对比。我们要怎么样离开黑暗？就是有一个要离开，你一定要离开。常常很多说家暴，可是他离不开他先生。离开两个字，你就想象呢？我们从黑暗要得到光明，你就要离开，要行动，离开。你要想得到光明，就要离开黑暗。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以色列百姓因为吃跟喝的问题，就跟摩西发脾气。他不断埋怨摩西跟耶和华上帝，说为什么带他们出来旷野？他们以前在埃及做奴隶，至少还要有得吃。我们人以前的经验很恐怖，我们人其实有一个奴隶的一个性格，就是以前的老我对我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大。竟然可以讲出这种话，我宁愿当奴隶，总比自由好。其实我们台湾人也有这种奴隶的性格，为什么？台湾几百年来都被统治，被统治底下，其实我们都一直有奴隶的一个性格。我想上帝用10个灾害过红海，行许多的神迹来拯救他们，但是如今对来看都没有用，行了那么多神迹，对以色列百姓都没有用。真的，牧师想到这2年在建成某礼拜6都有开基要真理班，有时我会分享，请大家分享你为什么来教会。这看似一个很小的问题，很多人答不出来。黄信，你为什么来教会？黄信小黄信现在跟我感情很好吗？我们也是回想到你为什么来教会？有时候我们会将来教会这件事情看成我们要拜另外一个神的一个心态，或者是用民间宗教的信仰，甚至社会的价值观来教会的目的。我们关心自己日常的需要，我们看重的是自己的那个的困难以及种种的问题，这是难免的，也是人之常情。我们被这句话捆绑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生长在金门，从前我爸爸就跟我说，我来台湾的时候，你要小心，台湾都是坏人，台湾都是坏人，你要小心，你钱要放好，要放3个地方。我跟大家讲过，我钱都放好几个地方，我这里就有一次被抢过，还好其他地方我有放钱。但是我们来教会，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目的，我不单单为了生活可以吃饱，可以有衣服穿，尤其以现在的人，要穿容不容易？进学容不容易？有啊，很容易啊。你看常常穿不一样的衣服，吃饭很简单啊，只要铜板价，煎饼果子铜板价就好，这个打广告，只要铜板价50块就可以让你好幸福哦。牧师前2天要吃的好幸福哦，一边写小章就打得很快。铜板价就让你很幸福。我们来教会不是为了吃，为了穿。如果我们来教会只是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说实在话，很多地方可以满足我们，很多地方的活动比教会还精彩。暑假的时候浸会长老的安亲班那个活动才恐怖我跟你讲，你如果有上网FB去看浸会长老安排的活动，好精彩，好精彩，那每个孩子都好开心他比我们还厉害。今天我们
今天上帝将我们从混乱的世界带入教会，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像那群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来到了旷野，上帝要我们真正经历我们真正会经历到的自由啊，让我们从奴隶变自由，让我们可以真正可以打造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大会周章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不单只为了让他们吃，让他们喝啊。在读出埃及记，我们知道，在他们在旷野40年，没有描述他们的鞋子到底有没有磨破，他们的鞋子磨破了，很神奇的哦。他们也不用去种田，或者是种什么天上会掉东西会给他们吃。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我们信仰旅程当中，当我们常常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将上帝摆在首位、第一的时候，我们一样要经历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一样，从天上掉下来食物给你吃。吴安，相不相信？怎么不相信？你去联考的时候，你也没做什么事，谁带麦当劳去给你吃的？博彦，你有没有带麦当劳给他吃？有啊，那个是恩典。对啊，你也没有拿钱出来，你有钱没有啊？对不对？那你这一次又去考试的时候，谁拿那个叫什么胖老爹给你吃？对啊，对不对？我们会经历这个恩典啊。我们一直以为真的要从天上掉下来，不是的。当牧师的常常家里门口出来要小心一点，有时候门口就有弟兄姐妹摆东西在那边走的时候，突然你们都看到，有人从牧师口袋里面塞东西都是恩典都是恩典。那我们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都会经历到，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记到最后面，他们只是把会幕完成。会幕我们就当帐篷好了。以前他们就是一个帐篷在移来移去。按照出埃及记，我们有时候在看，按照在圣灵引导之下，他们以色列百姓把会幕建造出埃及记40章34节到38节所记载是出埃及记最荣耀的一个情景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耶和华的荣光亲自显现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这个时候，耶和华上帝不是在离开他们很远很远，耶和华上帝住在他们中间。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引导他们40年。现在在台北市有骑摩托车的举手，有只要红绿灯，白天红绿灯碰到90秒，你大概是惨的。这种天气90秒，穿短袖你一定受不了。看到每个人，其实那个牧师骑摩托车已经有30-40年的经历了，眼看到那个红灯了，我就会找树砖，我不会照前面去，我会找树，或者哪里有阴影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你真的会受不了。他们在旷野其实也是一样，这个40年在旷野日夜温差是非常大，到晚上会启动。几年前我到缅甸去宣教的时候，他们的山上就是这样子，日夜温差非常非常的大，会让你受不了。这是上帝透过会幕，透过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记号，有主同在真好。如果我们的信仰停在这边，我们觉得不错。可是这个情形就让牧师回想到17年前我从拜的环境离开。我刚刚讲到离开来到教会，来到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对我非常的好，很热情的招待、探望我们。我们也很享受在礼拜当中，还有周间的团契的分享，又多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身份，真的非常的好。那时候我才明白有教会真好，有教会真好。你看同学有没有送你东西？没有的啦，对不对？吴安，同学打电话，那天他同学打电话，吴安你在哪里？吴安说你向右看，哇，很骄傲跟他同学讲在吃的那个胖老爹，一个女同学打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女朋友，不知道。多一个基督身份，好像这个教会真好，但是其实我内心觉得总是缺
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这样而已吗？只有这样的一个信仰，说实在话，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很快就不能满足我跟志梅牧师的内心。今天的经文利未记1章1节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今天的，好，我们看荧幕哈，来，请。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显然，上帝跟我们一样，他不希望跟我们的关系是有距离的。耶和华上帝不愿意只是在西乃山上的上帝。他也不只要在会幕里面的一个上帝，上帝不满意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有距离的，他跟我们的关系维持是很浅的。虽然我每个礼拜来这边瑜伽，你跟牧师的关系是浅还深还是上中下？其实我们是浅浅的啊，但是可能比一个人多好一点点。利安，我跟利安的关系可能就是还蛮浅的。没有很特别深入的了解。上帝他不满意跟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上帝他盼望跟我们的关系是有深度的，有深度的。上帝竟然又一次主动从会幕呼叫摩西，这是整个出埃及记之后，上帝第3次来呼叫摩西。每一次的呼叫都有重要的事情产生。第1次呼叫是在沙漠当中，在旷野里面，他在荆棘当中呼叫摩西。呼叫摩西做什么？把以色列百姓带领出埃及。第2次是在西乃山上颁发十诫，跟以色列百姓来立约。第3次就是在这边，因为他给以色列百姓，他引出来不是就没事，他给以色列百姓一个全新生命的一个出路。上帝要教导以色列百姓这个民族。他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活出上帝子民的样式，在生活当中如何享受跟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从第1节，上帝主动呼叫摩西，带来给我们新的一个盼望。我们今天有办法坐在教会，成为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拣选。圣经说，上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不要问牧师说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这是上帝的一个主权。上帝这个主动呼召我们，介入我们生命，是因为上帝渴慕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跟他有较深层的一个关系。上帝渴慕住在我们每一个人中间，他需要每24小时。有一本书叫做《上帝职业班》。你可以去看上帝职业班，就好像医院很多，你看我们只要到医院里面去挂急诊，我们知道一定会有人处理，因为很多人在职业班。上帝也是一样，他渴慕24小时跟我们在一起。第二节以后，上帝指示他们，就写了很多敬拜的一个方式，的规矩，还有准备了那个祭物，怎么样练。第2节说：“你们中间若有人要献供物给耶和华上帝，可以从牛群、羊群，甚至从后面从一些鸟，斑鸠为供物。”这个在说什么呢？这是人对上帝主动的回应。我们就要敬拜上帝。上帝主动呼召我们，但是我们要不要主动来回应他？圣经记载说，后面你如果有看的话，就写说，人如果要愿意献祭的话，就要亲手料理什么？那献上没有残疾的，当做祭物。以前我在母会里面有一个长老，他说那个年代只要长子都会送去神学院当牧师。他说他是老二，但是他爸爸一直要把他送去神学院，但他不想去。为什么？因为他大哥掰开，他
蛮紧急，他觉得他跟掰咖，可是其实真正上帝不是这个意思，他觉得他孩子有掰咖，所以他不想把他哥哥献上。可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牧师，我们也有手语教会，知道吗？如果按照他讲这个残疾，不是这个意思的啊，要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上帝。在这个献上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自己料理，自己宰杀这个事。我们要把它杀死，然后把皮剥开，祭司会在旁边协助清洗。然后，如果有杀过鸡啊、杀过鱼啊，现在不会，现在都是菜市场帮你弄。以前看到妈妈他们拿鱼回来自己还要敲死乡下杀鸡怎么杀，你知道吗？有一个桶子，鸡的脖子推下去，把它丢下去，盖着，然后它里面很恐怖。如果你进一般的菜市场现在传统市场还有这样的杀鸡那你看我们要杀牛、杀羊，那是很恐怖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简单，我们要很专心。在这过程当中，一定会很多的血、很多的脏污喷了你整个。上帝让以色列百姓有这样的体验，他真是用心良苦上帝要让我们成为一群圣洁的子民，要让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分别。敬拜是没办法随便的。上帝透过敬拜的过程当中，除去我们的骄傲，还有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自律。其实，在这个年代里面，很多人自我感觉形象非常的差。上帝要通过敬拜当中除去他的形象。你不要说我会读书了，我考试不好，我比人家矮我长得不够帅。也上帝也要透过这个敬拜当中，让我们的一切的罪被洗净，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一群人。各位弟兄姐妹，如今在上帝主动呼召我们的下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群新造的人，旧事已过。这个是真的。等一下，牧师会讲一个见证，他在基督里面，但是他不是新造的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流宝血，把我们赎回来了。我们是用一个人要赎回来。为什么会有祭物？就是说你犯罪要透过一个动物，你才能赦免你的罪。在现在如今，用耶稣基督才能替换我们，也就是用耶稣基督的死替换我们的活。我们每个人都是耶稣的一个宝贝，我们要不明白这个救赎很深的一个意义，那我们就会轻看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会以至于我们永远找不到生命的一个出路，这是非常可惜。我要讲一个见证，就是7月29号，我们教会我们有连续3周总会借我们的场地，我们有办一个让跟长辈讲故事。讲故事，用绘本跟他讲故事。以前都是有一些彩虹妈妈到小学像子晴子怡他们小时候，甚至我们小孩里面有小学的时候，有一群说故事妈妈用绘本讲一些品格上面的。现在总会开始高龄化，透过绘本跟这些长辈讲故事。到了下午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在跟从外面来的，在跟英英谈一些事情。英英就跟我说，牧师，他讲一些拜什么，我也听不懂因为英英是好几代印度，那我也听不懂，你能不能跟他聊一聊？我就跟他聊一聊。简单来说，在过程当中，他有非常多的一个抱怨。他在聚会所里面聚会受洗，他不知他为什么他就受洗了，然后换了好多教会聚会。他问了很多为什么？为什么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活还是这么的困苦？为什么我父母亲过世，我不可以拜他？其实教会跟一般的宗教好像也差不了多少，就是劝人为善。当牧师说你对圣经有了解多少？有在看吗？他摇头。你有定期在教会聚会吗？他也摇头。牧师看了很心疼，也知道他内心很挣扎。
弟兄姐妹，当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够的时候，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有漏洞的时候，当我们生命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出很多奇怪的一个反应。什么反应？第一个，我们真会抱怨谁？抱怨上帝。上帝也很倒霉，平常你也对他也没有很亲密，但是呢，就像我们很多孩子在外面被欺负了，回来就对谁？对妈妈乱发脾气。甚至有的爸爸妈妈在工作上面遭遇到很多困难，回来对谁发脾气？对小孩子发脾气。他说我很倒霉，奇怪，爸爸喝完酒回来乱打人、乱骂人。我们也是一样，常常就碰到生命上的问题就骂上帝。上帝，你为什么不垂听我的祷告？你为什么不保守我？我们都没有问过我们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很多的事件的发生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但是我们只是想到自己的困难。有时候，大家可以慢慢体会，有时候苦难会成为化妆的祝福上帝对你的计划都才开始一半，你就不想要，你就不要。以至于当我们不了解，我们遇到不如意，我们就心灰意冷。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信仰就往后退，他们有借口，他们可以不来教会参与服事，甚至不参与聚会，甚至有人有借口就来离开教会。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这是上帝主动给我们建成教会的意向。成全就是给你嘛，众圣徒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成全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的精兵。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有的人很会诗会，有的人久久诗会只会特锤好几次像今天我们浩是在台语诗会所以特锤好几次那今天我们那个谁，新鲁没关系新鲁这个也很紧张，很紧张。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要成为基督的精兵。万民也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成为祭司我们都要成为很重要每一个人的代祷者代祷的勇士我们要常常将上帝给我们建成教会的意向放在心里面，因为是上帝主动给我们的，他是在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透过这个意向，我们带出回应，帮助我们成为真正基督的一个门徒，荣耀上帝的名。接下来还有一个板子写在一楼，灵修、读经、委身服事、彼此相爱，这绝对不是口号。写在我们下面的板子牧师以前在上班，老师说常常写很多口号，要激励大家。但是我跟你说，这绝对不是口号。如果大家去牧师的故乡，也会看到很多口号，在巷子、村里面的口里面很多口号，而且现在很多口号，很多观光客都会拍照，上面写什么？反攻大陆，解救同胞，还什么很多的口号，大家都会去拍照。但是那个是口号，但是我们要读经、灵修、委身服事、彼此相爱，绝不是口号，也不是弄出来要让大家做给我们两位牧师来看。这是要让我们操练，操练什么？让我们在每一天帮助我们，全然献给上帝。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全然的献上，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有人说，我来教会好久，我都没碰到上帝，因为你不想剖开你自己。当你剖开你自己，你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看到上帝。不要叫人小看你年纪轻，经历上帝跟年纪没有关系。不管是跟上帝的关系，还是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都是需要时间去培养，不可能一下子就有。这关系也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家庭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大家看到好像我
现在跟牧师哇，大家都好羡慕，好像还不错，子怡、子行、子爱他们就知道，爸爸妈妈吵架起来也是非常凶的。可是这种关系是慢慢培养，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在这个关系当中慢慢培养。凯慧现在跟佑叔照顾三宝，很不容易啊。那个3个孩子，有时候夫妻吵架不是为了彼此啊，是为了三宝在吵架，那个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需要时间，要付上代价，为了孩子，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付上代价。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给上帝？我们会花多少时间读经？我们为了我们的工作，我们为了愿意做预备。等一下我们吃的爱餐，我们今天吃咖喱饭，那个米啊，那个饭啊，是昨天天福兄啊，我们一个70几岁的长辈啊，他昨天就来洗米，他前阵子不骑脚踏车手摔到吗？摔断了，他来洗米。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早，那么前一天就来洗？他说他怕今天一大早人太多，他洗来不及。他愿意这样子，他花时间预先做准备，希望给我带来一个好的一个料理。求主帮助我们操练，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不管我们好或坏，我们在生命旅程当中，慢慢一定都会碰到好的跟不好的，我们都要来依靠上帝，来往前奔跑。到底在这混乱的时代，要抓住什么，才会让我们真正一劳永逸得到生命新的出路呢？答案就是主耶稣。只有主耶稣才有办法帮助寻找生命的一个出路，因为只有主耶稣赢过死亡的权势。人在世最怕的是什么？不就是死吗？尤其是农历7月，现在很多人好害怕，我们的很多的朋友很害怕。你不要去轻看他，有什么好害怕的？他们真的很害怕。我们要去体会他们。有95%台湾的百姓，他们在7月，他们真的很害怕。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不晓得他们真的有多害怕。但是耶稣赢过死亡的权势，死亡是大家最怕的。如果连死亡耶稣都可以战胜，耶稣死又复活，带来永远的盼望给我们。只有耶稣。今天是庆祝父亲节的一个特别礼拜，很感谢儿童主日学以及青少期的献诗，也很多我们的银华族、后出兵。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来献诗。关于人的一生，生命的体验，有很多人都有很丰富的一个经验。当你年纪越长，就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怎么样的体验呢？你会体验到生命当中难免会有风浪，突然间你就生病了。骑着脚踏车你也会跌倒，你骑着脚踏车你也会撞到邮差。我是刚刚讲的天福兄，他骑脚踏车骑了那么久了，会去撞到邮差。你可能生意失败，你的学业不顺利，你没有考到好的学校，你跟家人的感情，或者在你的婚姻当中，你的家庭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问题。牧师要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你要来认识耶稣啊！只有耶稣知道我们心里面的需要，只有耶稣知道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忧伤。他要帮助我们，他要透过你们，帮助我们的同学帮助我们的邻居，帮助我们的亲人，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让他们在这农历的7月里面要有平安。主耶稣应许我们，什么叫应许呢？应许就是一定会达成。虽然你那天去考试，牧师是会去看你，但是如果那天发生事情了，我可能不会去看你。可是上帝的应许一定会达成的。他说要去看你，他就一定会看你。上帝应许什么呢？他应许我们在世界上一定会有苦难，弟兄姐妹。你不要说我来到教会，你跟你的同学讲，你来到教会一定没就风平浪静，考试会考很好，不可能。有时候来到教会可能是苦难的开始
西元2000年，全世界金融风暴，波士的公司倒了。但是因为这样子，让我来到教会。我以为我自己心里面当然会觉得，那大概就会一帆风顺。可是没多久，我唯一的房子也被迫卖掉。来到教会并不是一定就一帆风顺，那可能是苦难的一个开始。可是耶稣应许说，在苦难当中，我们这个怎么样？我们会有平安。英华主后驻边的弟兄姐妹常说：“哇，牧师，你跟机会长老为什么每次看到你们都笑嘻嘻的？”我要跟他们讲，我刚刚忘记说了，是我后来想到，第一堂我没有跟他们讲，秘诀就是耶稣啊，因为有耶稣，我们一样会有苦难的。机会长老有没有苦难，我的 BN 最知道。可是他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啊！弟兄姐妹，只有耶稣这个平安，才有办法带领我们什么？带领我们从奴隶的一个生活。回想现在什么是奴隶你？你的工作、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的情感、你的过去什么奴隶你？耶稣这个平安就在今天要带领我们，不要再受外在这些东西来束缚。耶稣赏赐的平安，就是我们生命可以找到新的一条出路。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歌。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